这个新闻要来关心蔡总统出访友邦的消息。总统蔡英文呢出访史瓦蒂尼，伫当地时间7日出席在地建国55周年，甲伊的国王这个史瓦蒂三世恩史瓦蒂三世55岁生日的相庆典礼。这个国王啊，加向这个各国敬业礼仪时，头一个讲到就是来自台湾的蔡总统。蔡总统嘛是全场唯一个上台致辞的元首。讲话中，伊特别感谢这个国王去年捌伫联合国大会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伊代表台湾的人民表示感谢。在咧将近2万民众的欢迎之下，国王温斯瓦蒂隆重进场。斯瓦蒂尼庆祝55周年庆典，总统蔡英文嘛亲身到现场祝贺。有中华民国国旗的专车直接摆到舞台的正头前，蔡总统的台句和王室的成员，也有各国的元首同款。沙拉界包括着王庙恩同比，因为行动不方便，坐电梯来到舞台的2楼，以及南非的前总统祖马、赖索托国王、波扎奈前总统嘛，拢来到位啊。总统蔡英文这一次出访史瓦蒂尼呢，最主要就是要参加当地建国55周年的这个庆典仪式。那么其实，在细节的安排上，也可以感受到史国对我们的这个重视哦，因为我们的座位就被安排在主舞台的正右方。那媒体有高规格礼具，蔡总统为马航安排伫咧王庙的边啊。蔡总统的倒手边是斯瓦蒂尼王妃，除了和国王致意，蔡总统嘛时不时和王妃开讲2句啊。Excellency President Tsai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向各国元首致意的时，那头一个就点名蔡总统10月份钟的谈话，更加是几啊遍讲到台湾。I must also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thank Eswatini for supporting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ast year, His Majesty the King once again spoke up for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 Taiwan, I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now and in the future. 特别的是，电视上国王的小王子，两个人旗队伫咧队伍的上头前，嘛正做是焦点之一。总统蔡英文时隔5年再度出访史瓦蒂尼，也创下了我国元首2度访问史瓦蒂尼的纪录。透过这一次呢，收拾这个双55的庆典呢，也是希望透过这样的关系，可以深化台湾跟史国的邦谊。以上是华视新闻团队张正杰，我们在史瓦蒂尼的随行采访报道。Hello， 我是冯薇芝。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